各位主內平安，我係香港聖公會嘅謝子和主教。今年嘅聖公會人202610本好書閱讀運動，我想推薦在失罪中抱緊上帝，千禧世代嘅信仰心法。作為基督徒，我哋喺聖經同埋教會嘅傳承嘅裏邊，去揾到咗心靈嘅安穩以及歸屬。但係當呢個世界同我哋嘅內心越嚟越多嘅失罪，好似嗰啲嘅浪潮不斷嘅湧過嚟，我哋係咪真係可以持守信仰，活出呼召呢？尤其是我哋嘅千禧世代，佢哋每日擔起嘅工作、家庭、教會裏邊嘅責任，上要照顧長輩，下要湊住啲細路，自己仲要係不斷嘅進修，保持競爭力。時間係永遠唔夠用，精力係日日消耗，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呢本書就係為咗回應呢一份嘅掙扎而寫。作者潘正恒係我哋聖公會嘅一位年輕牧者，佢唔單止係明白到呢個世代佢哋嘅處境同埋感受，仲好溫柔嘅係將聖經裏邊嘅價值觀融入我哋每日所面對嘅困擾以及挑戰。佢帶領我哋一步一步嘅去學習點樣喺變動嘅世界裏邊，去更加依靠嗰位永遠都唔會動搖嘅上帝。所以各位，無論你係感覺到疲倦，或者正喺度尋找緊信仰嘅生活呢個平衡，無論你係職場嘅夾心人、年輕嘅父母，或者係願意同千禧世代嘅人係同我哋陪伴嘅牧者，弟兄姊妹們，呢本書都會成為一份及時嘅禮物，帶俾你真正嘅啟發以及安慰。都要我哋透過閱讀、祈禱，一齊嘅去學習喺一個變動嘅裏邊去持守，而更加失序嘅裏邊去抱緊上帝，見證佢永恆不變嘅愛以及秩序。願主幫助大家，願上帝祝福你哋。